我哋依家睇個716尺嘅3房套加工人套房，四四方方嘅廳，露台足夠大擺呢個茶几，可以煲下茶。L 型嘅廚房，廚櫃都足夠有餘啦，採光又好。然後呢度有個工人套廁，呢邊係睡眠區，下次改咗做企缸。第二間房，因為呢度樓底有3米3高啊，其實可以做閣樓嘅。主人房嘅洗手間就係浴缸，當然頭先嗰個都有呢個浴室寶啦。特色係有個 L 型轉角位，可以增加採光。記得關注再走哦。